台北市长蒋万安伫选市长的时候，捌提出深区换免费坐公车的政见。台塑大甲台北捷运合作，伫中正纪念堂5号出口设一款运动的机械，提供民众来运动。75秒内底做20摆的深区，就有20块的 Line Point 的点数。举办一礼拜哦，一天拢有100-200人去挑战。上来，这样。 伫办公室坐满半点钟了后，下班搁去享受一顿青草的大鱼大肉，是一现代人的习惯。长期坐咧，搁无运动，身体就会出现无爽快。为着要鼓励民众把握时间运动，即马伫台北捷运站中正纪念堂5号出口有一台 AI 辨识功能的运动活力机器，民众会当透过手机来甲虚拟教练斗阵来称估。蛮新奇的，然后就会一直看这个机器。那如果有人在做，或是自己在做的这个当下，大家会看着你利用就是利用你有限的时间来做一寡你的运动，互咱的生命更较长。这是台塑大甲台北捷运做伙开发的运动活力机器，互通勤的族群会当把握时间来运动。捷运站嘛用真趣味的台语谐音，运动互你钱来做即摆的宣传口号。若是有民众会当成功伫75秒之内完成20个轻举，就会当得到20块的 Line Point 点数回馈金。互大家来经过遮吼，毋是干那去坐车尔，会当行过，还佫会当运动一下。运动的时候，佫会当佫互你钱。深蹲哦，对家己的核心肌群呢是真有帮助。所以未来呢，大家有时间哦，会当加做，对家己的健康真有帮助。根据统计，经过7天的试办，逐天拢有100至200人来参加即摆的活动。伊嘛希望未来会当设置佫较侪捷运站，除了会当鼓励民众参加活动以外，嘛会当提悬民众坐大众运输的意愿，鼓励大家会当哪运动哪减碳，以减利顾。记者陈阿轩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